物以类聚。对，红高红，温龟高动龙，三八高叮咚，你讲较长啊，无较侪分数啊。这位出题奖，不宜爱洗嘴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正确的答案？正确。他有一句叫做“歪嘴的饭锅吹，都不好”。零是好的，风嘛是好的，就是讲好的交好的安尼吼。稳固的，就是身体有各样的，动工就是头壳有各样的。虽然即句话咱伫现代，咱对每一个人拢爱关心，这只是俗语拢安尼讲。是。拄则东北遮有一个讲了足好的，佮甲讲一届。三八高叮咚。三八的高叮咚，就是有当时咧踢笑人三八叮咚安尼。嘿啦。嘿，毋过即摆若性别平等，这嘛是较莫去讲人三八叮咚。尽量莫去伤害到人。对啊。